想。啲學先其他東西啊，從頭過，類別太貴嘅，好不好？還冇好好。反正你的歌詞是套用啊，就六足了開那花。對人講嘅差唔多都難講。今日冇要見啊，因為比冇賽難度，水分數，哦，今日清涼。係啊，成咗冇去唔到。山高了那從啊，心無開喲，無從過的心臟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。哎呀，各位前來婦女同志節目大家好，哎呀，很好很好。哎呦呦呦，冇腔樣嘅，冇腔樣哎呀，嘅今日大家哦。有感覺啊，你現場有冇冇咁樣嘅感覺喎？嗬？哎呀，舞台全部有嘛變過來咧，完新嘅啦，新嘅見新嘅希望嘅哎呦，咯。真的，哎，俾到我哋所有嘅觀眾朋友啊，喺度花當多心思，花當多錢啊！哦，嘿，問你你做一問你問線咧，不僅你，哎呦，發動到你真的啊哦。哦，不僅是你啦，哦嘿，主持人 Q 的啦，年輕，係啦。誒，上副新嘅，上副每禮拜都冇本新嘅，嘿我最近上下 Q 的啦，哈。 ，Q A 哈，邝強啊，小強老師 Q 的嘛，啊。原班人馬。 Q A Q A，啊，冇腔樣嘅咧嗬，哎誒唔知道坐喺啲嘅蛋糕咁咁樣嚟啊？嗌剛剛嗌個個栽桑啊！平生先生嘅下冇腔樣嘅啦嗬，攏 Q 人啊嘿。係啦，啊先介紹一下評審先生啦。誒，葉家超先生，齊澤斌先生，齊思斌先生，樂格利先生。哎呦，真係幸福意啊！今日做乜有新嘅布件啲嘛？哎呀，係今有乜嘅？本嘢係人哋適合17 17季到20季17、18、19、24季，前三名專業演出嘅嘿所有嘅參賽嘅前3名嘅朋友嘿，來日節目，啊就比賽到擂台比演出嘅冠軍比賽。高數仲嘅高數所以啊，咧。貴他價千萬就冇看到，誒冇看到就真係大爽睇大爽大爽啊！哎呦，今哎呀晡日啦，嗬，人哋要貼片啦，嗬，video 啦新嘅鋪件啦，嗬，要有請一位學姐，啊，當然啦，嗱，那位學姐，所以俺今日冇比賽，冇啊冇啊比賽，俺今日冇比賽，家人嚟做乜嘅咧？嚟看線呢邊見啊！啊，你嗰時咧，習慣一下啦，係咪？哎呀，啊為咗公平嚇。啊，公平下而家就先生，啦，阿咩一叫冇看到人有沉水朋友啦，嗬，係啊，嗯現在堂堂幾喺度唱好聽嘅歌曲，哦，誒之外啊，喺度評斷一下，看見內底有乜進步冇，有退步冇之類嘅，哦，啊，當然愛開始阿咩有請一個學姐，學姐啦，嗬，陳明豪，係啊嚟做一個好嘅示範，啊嚟伴大家變強壯啊咧，已經要帶兩萬嘅歌咧，乜嘅歌？黃英妮。这个世界，愛嘅眼眸係做故事，大面張張，企圖扶推紅座，阿爸阿妹阿嫂阿爸阿哥阿姐親戚愛心中嘅小公主，但是長大後發現馬該做唔輕鬆，好鋼琴好跳舞好動冇時間，過年不是過年比賽走來走去走來走去，愛嘅跳通到外蹦車呀，愛上任世嘅世界。阿婆我甲從的我嘅書法，天天給蜜蜂，吹天給蜜蜂的，心中有懂得嘅感動的。我願幻化成為一隻小小的花鶯鳥，送你亮亮嘅名字，當你開心無煩惱。我願幻化成為一隻小小的花鶯鳥，送本阿公阿婆湯，送本爸爸。曖昧淺嘗總太重，鐵一敗送退變照見蹤，親密從頭打擂台，喊點冇陣那點冠軍總比愛唔係
的小公主诶，了着世界爱怎了解？用白成功，用白表演，不分一分，有动作感受爱感恰嘅动作，所有体操讲爱自头讲爱欣赏朋友老同学，用你亲眼，超过亲眼，一步一步才实现，动情在眼前的真实，你没什么练功，什么练功，爱很给的功课，我愿幻化成为一只小小的花姨娘，送你亮亮的名字。当伊开心无烦恼，爱上颜色的世界，阿婆风甲葱的我嘅书吧，天天给蜜蜂，吹天给蜜蜂的，心中有动动嘅感动的，我愿幻化成为一只小小的花姨娘，送你亮亮的名字，当伊开心无烦恼，我愿幻化成为一只小小的花姨娘，从本阿公阿婆汤，从本爸爸妈妈汤。什么睇㗎？哎呀，免叫你哈，係最好。見面啦哈，係啊好久的啦哈，當叫咧。當久的係，啊。一久的啊，係。一久的無來安尼節目的，係啊，因為最近在武漢我嘅公公我嘅客家話已經退步咧，就最近叫冇來。係啊，最近就是在忙我自己的課業，所以就比較沒有空出來這樣子。哦，你不是所以你還在最近讀書啊？對，你不是最近去安尼咪嘅哈？係啊，喺哪叫去的？安好。 2017嘅全球客家會議，係幾張嘢前去的哈？ 2017年嘅8月，半夜嗰度半夜哦，的就半年前有嘅。啊，去了係咪？無去文化交流。哎呦，文化交流，交流俺的客家文化呀。像係有去美國去留幾片嘅鄉親，客家鄉親去開嘅客家會議，然後去懇親會。懇親開客家會議，懇親客家你開乜嘅客家會議？然後就係客家台式。哦。啊，唐公，你最近又進錄音室了，係咪？差不多了，因好為忙哦。考完試就要好好的準備發自己的新作品，對，可能會數位發行單曲。牛哥，我的鬧熱之心呐，真的。哦，一粒一粒啊，你慢慢的鋪出來。真的啊，但像啲安日節目，我培養出來一朵好嘅歌手啊，有啲老輩全部太鳳太子呢。 太鳳太子和太鳳太義的。表現都講好啊。好啦，家己比你好，俺哋好唱動來，俾俺哋呀學弟妹示範。啊，有乜嘅法，有乜嘅可以鼓勵俺哋學弟妹法。好啊好啊。你太有經驗啦。好，分享一下。就是站在這個舞台，其實我就覺得享受自己的表演就好了。然後比賽一聽會緊張，唔過緊張除非有壓力嘛。比賽嘅壓力其實就係引導進步嘅動力。從我參加嘅比賽嘅時間，已經係4年前。係，嗰樣時我係冇乜嘅會唱過嘅，多了下我做得發展是，嗰時候我知道，就係比賽就係老師家嘅比賽，嗰時候我會好好的把握這個舞台，對，加油！向書也就舞台啦。譬如要彈清楚嘛，要哈。咁你安尼普遍也完成咧，你安尼記憶也完成咧。哦，記憶全部完成了。 HD 啊。 好，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開鏡儀式啦，全部完成。所以個發質特別好，我相信電視機前面，哎呦，哎，今日看老嘢到佢有冇乜供樣啊？牛哥，你今天很瘦哎。瘦嗎？哈。對呀，有稜有角的。但是哦，因為發質好，所以個錄音版也全部看到懂清楚。唔煩惱嘛嘅，嘢就冇煩惱咧。哦，幾冇煩惱嘅。人家很好長啊，唔是煩惱。好啦，免橋，安子說啊，哈，今日來做一個同學示範哈，哎呀，也希望以後有機會有這樣的時間，讓播控來參加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安子說，係啊，回座休息哈，好啦，今日冇比賽，啊，今日冇算分數，好好嘅糖果嘅。
可以咧表演。因為呀17到27有當到觀眾朋友可能唔記得啊，17是還有慢有人，18是慢人。還有慢人吼。還有人會講啊，前三名有前三名，17幾個前三名，第三名、第二名、第一名係慢人，誒。所以問他啊，回想一下，全部可能寫合起來。一隻一隻我啲嘿，所以我因為哦，因為觀眾朋友講真嘅呀，呢重視的觀眾啦吼，所以看到安尼今日有搶轉來呀，就安尼參賽朋友一定是當上面。誒，年度嘅故事啦。對，誒，有搶 TV 參賽朋友。哈裡面哦，要帶來新鮮河水。哦，等我糖來，等個啦嚇。禮拜轉來知道動歡喜，將轉到切家屋下共用。一轉來第一條歌曲呢，先唱嘅歌曲就係《鹹鹹河水》，因為呢條歌曲係我嘅季比賽前後輩唱嘅一條歌曲，咩大家都好聽嘅，希望做得有一個好嘅開始。聲音唔好上大，太音咩唔好上大，上大天王唔係打到音就半音大，阿公帶去煙灘作太禮貌，聲音愛學秋水。到台來怎會降水？鹹鹹河水，阿 Q 帶條學跳水，沙流江流下江莫海냠냠數，秋水愛先外面水，外面水怎會降水？鹹鹹河水，阿公教你學面水，一早沙古的多貪度窮得你，吊冰吃吃吊魔神，吊冰慢慢吊沙板，阿爸吊灘頭。阿爸吊灘尾，下條毛巾就淺灘小拍鼓，鹹鹹河水，阿婆做下切薑絲，阿公講起香香作到太魯曼。鹹鹹河水，阿婆做下切薑絲，阿公講起香香作到太魯曼。謝謝。李明你好。看到很真歡喜啊！真嘅啦，真係看到幾個歡喜，看到我都冇歡喜係嘛？冇啲固定版嘅，叫張看到一擺，叫看到一半我新鮮。亞貴我逐禮拜看到啦。哎呀，應該加油啊，好嘛？禮拜講真誒，亞貴真係當兵哦，睇下就很強，因為適合所有嘅前3名上個啦。有壓力冇？比多見。其實上台唔係緊張，唔過有壓力就係知道大家衝案後，自家種嚟下面子。下面子。因為佢最近沒有接去主持有唱歌誒。因為佢主持時間唱歌就唱神奇嘅，唔係講按認真啲啦比賽。今年要唱神奇嘅啊，今年應該較冇咁緊張啦嗬。係很有啲咧，因為要轉來，有看到新嘅舞台。係啊。哎呦，唔知道咁數到一個舞台，用唔版呢？都非常的華麗隆重。哎呀，真係。做禮服來嘛，佢蓬蓬裙這樣一兩嘞。做得嚟花多錢啲嘛？製作單位花當多錢？懂用心嘛？懂聽呢，他講阮嘅神經吼，要扣下主持費。真係㗎？主持費都拿冇啲多錢嘅。我嚟談一下時生嚟講一下，談佢之前對一下有乜嘅變化冇用。葉老師，實在講嗬，嘅
天空嘅上达。嗯，太音莫上达，声音面莫上达，上达天空。你上前河啦，所以唱一唱上达。我本身地讲你会上前河，不过佢唱迄阵咩了意思咧？上达天空吼。太音面好上达，上达天空。还有啲细细所在，那主要是讲吼。实在讲，好你个歌情难下，因为迄个音情难下。你先到了首歌情好啊，不过你就对我讲，从过家你也不用轻松嘛吼。你前就舞台经验面，你就唔是爱用迄个吼。啊，还有是讲从台鲁曼，你说那个台鲁曼那个讲得清清楚楚嘛吼。我根本从佢喊的情好啊，情就进步啦，安排莫紧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下先什么嘢啊？什么嘢？也确定好，就喺上路冲过嘅观众。今年都唔係比賽，所以我今年安尼觀眾朋友講啊，冇乜個球技，因為唔係比賽嗬。但是堂後堂嘅歌嘅，輕鬆嘅，啊，輕鬆參賽朋友咩咁樣啊？這冇比賽，這唔是很緊張咩？冇咧製造自己的緊張。喊敗就比賽啊！係，喊敗就比賽咧。冇這個客氣㗎。誒，冇這個客氣㗎咧。哦，放輕鬆。好，加油！安子 C， 好，安子 C， 好，在別當走啊。好了，沙下嚟要有這樣的滿意咧。哎呀，有啲嘛歌數咧，吳碧雲帶嚟出發。哦，嚟聽下啦。今年係年度總冠軍嘅第一集，希望我做得重新出發。今年我選嘅歌係出發，希望有好嘅成績，加油！途中的那个祝福，用自由自在嘅幸福，才不放棄愛嘅夢想。愛愛去遠方，去遠方尋夢。我說地圖那在書中，看見遠方藍藍嘅天空，心中兄弟你嘅笑容，才不放棄愛嘅夢想。愛愛去遠方，你愛的愛轉來愛愛，三日三夜到你分享愛嘅故事，愛愛太太風風到你分享愛嘅快樂，愛愛囉里囉嗦餐廳你談愛嘅故事，愛愛老快樂不易一半。發起一紮簡單嘅抱負，定住兄弟奶奶嘅祝福，用出自由自在嘅幸福，才不放棄愛嘅夢想。愛愛去遠方，去遠方尋夢。夢想地圖那在書中，看見遠方藍藍嘅天空，心中兄弟你嘅笑容，才不放棄愛嘅夢想。愛愛去遠方，你愛的愛轉來愛愛，三日三夜到你分享愛嘅故事，愛愛太太風風老你分享愛嘅快樂，愛愛囉里囉嗦餐廳你唱愛嘅故事，愛愛老快樂不易一半。三日三夜到你分享愛嘅故事，愛愛太太風風到你分享愛嘅快樂，愛愛囉里囉嗦餐廳你唱愛嘅故事，愛愛愛愛愛愛老快
吼。有又见面了哈。系啊。听讲最近有啲學習其他嘅東西哈。嘿，傳統歌。傳統歌。上台跳哦。哎呀，做嘛因為我在學習。唔可以來挑戰傳統組了嗎？還忙啦。按要客家先嘛，按後生啲哇，要掌聲鼓勵一下，好棒哦！碧雲真的好棒。後生人很學啊，你客家啲傳統歌曲真係冇簡單啊。我嘛真想學啊，我就學唔起來啦。我啲雜啊都鐵三斤啊，就唔曉得咧。哪個主題曲？我操！冇在彈呢。記啦。那平板也三個字，也老三個。還係小調。三個字。三個字。三個字啊。三個字，來。這時候我們的傳統靈魂二胡。三個了好難衝啊，又好了一趟啊，各自配了手感，心夢了強啊。喂，來比下一句嘅，好嘛？還冇好好呢。哦，你做動腔嘅啊！你唱傳統的很適合你耶。反正你的歌詞你就套用啊，三個字平板那種，用來用去。哎，唱傳統很好聽好聽，呢。你唱溫柔嘢呢？真嘅，因為也上線哦，又暗呢，又有力。啊，那個傳統組嘅評審線上全部咩當好聽嘅呢後生朋友哈，係啊，當好邊人啊，好啊，來比，真係，好嘛？插隊，好，報名單919-388-398。喊個報名啊，喊你試唱一下啦，哦，給佢程序啦，好嘞，安尼唱一下這位老師，有冇建議嘛？哈，好，這種是當代問題，還記得冇？特別人大家注意嘅，就是人家鼻音，的問題當道這種事。那今日在我談到的時間，我突然眼睛為之一亮，知道你過一過來哈，還有你把那個共鳴點變下來，人家生出來，就像我們家啲唱嘅傳統歌曲咁樣，我哋喺啲舞台當擺看到人哋有發力、有自信，人家上人嘅穿透力嗬。比賽時間行得多，可能太嘅經過1年嘅。唔止講老師家攏講嘅話，樣板改，啲樣板改過來。我之後啲首歌曲，我記得你嗰種是咩創意高分嗬。我之後啲首歌曲唱當紅專一堂哦，去燕鳳尋夢200粒佢唱得太好嘅，真嘅當好堂。愛愛去燕鳳，去燕鳳尋夢。我知道你要擺當到嘅歌數來比賽，我哋開始當其他嘅嗬。唔過係一點要建議，也就是講，家啲舞台安靜嘅嗬，輕鬆表演嘅。老師啲 solo 嘅時間，只搞有一啲嘅表現，每一天都同，要有那個態度會出來，唔係本態講哦青菜啊你講，態度。哎呦，真係。真嘅啦。生來要今日係咩冇比賽，所以呢個輕鬆。冇啦，我講心不在焉你可能韓國都彩排啦。哦，啲彩排啦。唔講，我講海軍姐姐講嘅當好，比賽時間用彩排嘅心情跟衝突來唱歌嘅，唔過心情係緊張嘅，嗬，態度是要非常嚴肅嘅，好冇？揸落一上樣板型本體㗎，這個記得唔便宜，加油！好，要調下嚇，要調下。有認真啊，有看認真的位。唱多就會進步啦。對，好嘛？繼續唱。希望亞季演出比賽有好嘅成績。好，好，按姿勢。什麼太假？嚟準備當初。三號飛吧，帶來用心嘅你。好嚟彈歌啦。用心嘅你，用心嘅歌。
冇一嘅講法呢？我每次上台的话都会很紧张，然后都是会一直在嘴巴那边背词，同事就可能大家就觉得说，哎，那怎么怪怪的，好像会对空气讲话这样。你讲爱分开，手分开，不是翻头看爱。耶穌歌嘅本用嘅難忘嘅，唱到迷紅噶，音樂上蠻好的，呢兩隻字，戀情。就慢歌变夹歌的时间，慢下来音乐停下。天哪，天哪！你讲俺不是读到啊，俺想要快死了，就滚你去啊！今天我要带来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，这首歌也是我在20季比赛拿到高分的歌曲，当时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受到老师的鼓励。新的赛程开始了，希望呢拿这首歌当做一个好的开始，为新的比赛揭开序幕。爱用心来电，爱用意来牵，心刻骨爱真，一天在语言，爱为你来电，爱。不变，温暖在心田，痴心云缠绵，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相思，春风只为你，只想为你，一心为你，夜夜盼望你飞行作意，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诉尽放松满灵的，借情给予，借情给予。老爱一生，一言难分难离。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相思，春风只为你，只想为你，一心为你。夜夜盼望你飞行作意，用心给予，用心给感情，爱甘愿一生诉尽风霜满灵的，借情给予，借情给予，老爱一生。一言难分难离。两位主持人好。18年后，也还是挺记得，就是送一句的安尼冠军歌手啊。也是緊張大師。是。但是不真的懂不得了啊，講真，因為佢緊張嘅原因，佢可能因為好多人嘛。好多人還要唱客家歌曲。有點難度，我有點難度。對佢嚟講係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。而家剛好聽朋友啊、同事啊出去全堂吃飯的時間有冇？同事是演呢，聊天聊言呢，冇呢個講法呢。做嘛？係咪？做嘛？
没有到排挤啦，没有，不是排挤吗？不是你都念念有词？没有，是那个我每次上台的话都会很紧张，然后都是会一直在嘴巴那边背词。然后同事就可能大家就觉得说，他那么怪怪的，好像都对空气讲话这样。哦，就随时随地，不管是就一点念都照的啦。对，因为就很忙啊，然后比较没有时间练习，然后就很担心忘词，而且又有在舞台上忘词的经验过，所以就特别有那种压力在。所以观众朋友啊，那个你如何读到是非法哦？你吹的音念，莫当到给点嘛。我是正常，因为配歌词啊。我没有事，我是正常。你都安尼节目咧配歌词咧，用心的对。我年来从客家歌冇简单啊，所以一定要干嘢歌词配辣熟，真的要背很熟。但是披风啦，我给20冠那个年度20冠的冠军奖吧啦。运气好了，谢谢。马个运气啊，顺利啦。接下来是年度了，对，再来就要念得更勤一点，是啊，对，嘴巴念得更快一点。好来唱下那启示飞行上的。好，慧华，今比一强松哈，係唱起來一強松冇比賽咁講哈 ，OK。所以其實亞叔歌對來講算是一個你可以掌握型的歌，所以它沒有壓力。你唱起來咪其實係就 CV 評審，其實。當希望人嘅上癮，所以其實我們都很 enjoy 在你的歌身上。唔過再講，你要記得，因為呢批年度賽嘅關係，年度賽嘅關係，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什麼？還是咬字的問題很重要。所以像剛剛問題像簽明顯嘅地方，就可能係切情嘅部分。好，還有個一聲的部分，因為你剛剛唱係一聲，所以它會不太一樣的意思，會差很多。主歌的部分，我還是希望你再鬆一點啊，因為冇拉鬆的關係，因為這首歌我們其實在我們屬於比較有自韻型的歌的時候，你可能咬舌咬動章出現的幅度它會比較大。不過這種旋律型的歌哈，你要記得有嗓子人會注意到我們字跟字之間的那種滑度要給它。不過你主歌太顆粒的時候，它那種敘述事情的那種潤滑度冇拉。愛用心來電，愛用意來牽。所以你那麼希望講兩個主歌，你可以再放鬆一點，不要馬上就把感情放到40%到50%，因為你後面只剩下可能還有剩下30%的拉力而已，按你查東多。你拉起來就會沒有辦法做出彈性，所以在主歌的旋律型上面，像這種旋律型歌，你就要特別注意在這種唱法。OK， 好，安之 C。謝謝老師。安之 C 哈，懂我建議啦，也估個3張嘢嘅時間咯，嗬，3、4張嘢時間，拼下嚟，嗬。加油哈！也估好嘅成績，好，安之 C，好。好來，接下來。李金元帶來男團嘅戀情。我來聽啦。參加17季嘅比賽，拿到第3名，那真是上唔到，唱完很多個大模樣嘅。感謝老年大擂台，幫我一個舞台，完成我嘅夢想。安之 C， 今晡日呢參加新1季嘅比賽，我請你唱下去，有咩感謝？一路上所有支持我的好朋友，安之 C， 安之 C。
很久冇看到。年啦，哎呀年17季呢，只要年度的体育是呗。今年耶稣哥哦，准算可以好好的，天天的该穿到少的。较无压力啦吼。唔会一身白汗的啦。今日唔会咧，今日唔会啦。一摆比赛来讲真的，迄期亲子城啦吼。哎呀。年纪亲子城咯，放青路甘油要不加寿先生安路。青棕皮，對，唔加講嘛嘅。青棕皮啊？咩唔加上我講嘛嘅？哦，跳到耶穌哥嘅係咪？耶穌哥嘅係之前比到季冠軍嘅時間，好係咪有一個主題人都慢歌嘅來變溫結果嘅時間。哦，耶穌哥嘅本用嚟嘅難忘嘅經驗。創到迷航噶，因為我唔是讀到安樣嘅，叫創到迷航噶，有冇佢兩隻手用門，佢音樂上慢下來。哪兩隻手咧？練琴。哦，練琴。哦，就慢歌變結果嘅時間，慢下來，音樂停停。係啦，停下。結果我唔是讀到啊，我想要被死咧。有冇要創啊？哈，我想我用個反正最迷信嘅哈，昨天拍了本地啦，係啦，輔導嘅反正就最迷信嘛。結果哎呀好彩哦，轉去彈到嘅即個錄嘅錄音筆啊，我想，好彩當時我冇停下來，因為我冇。所以佢用練琴又衝出來，就有，我冇看見公眾人員講來揮手講，重錄樣。停機啊嘛。反正死咧就搬去去啊。哎呦，順便蒙到的啊！幾架嘅兩隻師母，幾下唔會前3名嘅。伊迄邊伊最高分的97分咧。幾百97分。不啦，都97分，伊邊伊然後以第1名。幾百？哎呦！前面100第1名。幾十啦，咩嘅20啦，幾十。這個10，佢算前面10啦，結果變慢歌變結果算前面10，佢97分。係算嚴到嘅啦。今日做得好啦，做得好啦。真會衝咧，今日總算好衝咧。安尼聽一下羅國立先生，蠻好建議哦。羅老師，唔在舞台當我嘅問題都一直喺幫我當欣賞嘅。唔看像唔家講嘅個故事，你冇講出來，我哋真嘅唔對，平時完全冇發現到一件事情。可見雖然當時唔在舞台當我，唔心對方想過啊死咧，也別好死咧，但是冇緊張啊。那你問聽聽，老人改表現咧，老人準備嘅東西完整嘅表現出來，所以亞洲人也個強項，亞洲人青台嘅優點。我一次都講，佢唔知在你在舞台當我唱歌嘅時間吼，有嗰種信心，嗰種自信度，會感染到我哋聽唱歌嘅人，會感染我們。不管就算你今日上嘅狀況，可能有啲個跌破啦，譬如講歌詞忘詞啊，老實講。我哋會冇注意到，因為唱專注在人嘅嗰種人嘅魅力啊，嚇，有個法音講魅力，被你的魅力深深的吸引住，會忘了很多你的缺點、小缺點存在。我希望你記得起個一個優點，在舞台上我嘅穩定度係最大嘅優點。你聽到好保持一種穩定度，一副記住錯嘅啦，嚇。還有一些建議就講，像唱歌啦講法，你係做講。上個係差唔多同樣嘅啦，如果唔講話嘅上，老人唱歌嘅上，差唔多就係按你嘅上手嘅。也類型嘅歌詞唱係咪同樣啊？我講話嘅上，人家唱歌嘅上咪同樣。也類型嘅歌詞嘅歌路嚇，做啲唱嘅歌就較少，嚇唔怕少冇相關，只要讀對歌嘅，好好先對人家即個能夠好好發揮嘅歌，肯定會有同好些啲。發揮出來，肯定要當好嘅分數哦。唔得記得我今日本嚟也就建議哈，加油，建議姐姐，加油！好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係啊，但雖然魅力好啊，哈，但是還能冇忘詞啊，哈，還能冇跌破啊，好穩穩嚟裝。好，謝謝建議姐，啊，我嚟撒下來。拉一口，帶來真正嘅自由。嚟，彈過啦。我嘅認真嘅第一擺上電視唱歌嘅比賽，就係鬧熱大擂台一個節目。經過了1年嘅時間，一擺我轉來，
我觉得非常的敬重，每次都同欢喜。那一幾捱當然會聽出技術上網代表來帶陪大家更來更好聽嘅歌曲。法官那個也被念起來，愛當到按到嘅我。流到從愛愛，飛到那沙，飛到那沙，飛到愛，飛到無愛，真正嘅自由啊，真正嘅自由啊。什麼大家？哎呀！金曲歌后，你好，用功嗎？每次都當排聲。哎呀，真係，哇！今天你啊，logo，啊，唱成老公呢。老歌啦，老歌，火落花老歌，就流蘭的意思，老歌。又沒愛摸你，你別看到我嘅 MV 出來，哦，老歌來了。老歌，懂敬重，全部講客。對，唱客家歌唔會敬重，講客話會敬重。咁佢當認真啊！最近好由於老藝人呢賴認真先生，學唱山歌咧。係因為有一個白晝之夜嘅法通。就是大家都不睡覺的一個文化活動。白晝，做乜嘅唔睡夢咧？冇睡夢。梗係牽涉他吧。對，然後就是那個賴仁正老師，賴仁正先生，認真先生，有請愛，講好來去唱山歌。哦，而家好多乜嘅長途嘅啊。三個字會冇？涼拌三個字，落三個那種。三個字俾人衝起嚟哦！上線來，涼拌落三個。涼拌啊，涼拌好嘛？咩？加種聲音來唱，安尼傳統嘅歌曲，唔知乜嘅味道咧。一兩句就好了。加啲上啊，喺度彈。漢德人講哦。我唱漢德人講哦，你要輸嘛？好冇？你真的冒汗咧！講啊，
强啦。我自家冲就好，我自家冲就好。好，清唱是不是？好，那老师先休息哈。OK 的话就休息一下。好，停一下。停一下嘞。好，Follow you。风流走什么？那摇摇摇的摇。哇，手挑啦，要手挑啦。你有情啊？唔好去叫嘅，好去叫啊。去多拜。去差唔多有大礼拜都有去。大禮拜以後你又去咯。咁蒙冲用錢兔子嘛好啦。用錢，跟你酒下緊張啊！而家已經無理咯。用錢兔子煮苦啊難當。哎講真咧，我較佩服佢嘅點演員，因為佢他現在已經貴為金曲歌后了，冇啦，已經金曲歌后，所以佢還做嚟表下，對，安尼之後咱們邀請佢來，佢還願意表下來到安尼節目，寫節目為了比賽啊。演 CV 係唔係完全傾聽啊？啊，唔正啊！金牌係唔正金，唔正傾聽，佢之前佢喺度重複金 Q 嘅傾聽咧，一金牌係唔正傾聽，要講到一格算唔晒。冇錯，金牌沒傾聽啦，根本哦，而且根本進步輕多，因為哦。冇共同嘅高度，創國家是冇共同嘅態度，唔對。佢創國家嘅想法都冇共同，將根本哦，創國就真踏實。所以講，捱談嘅出來講，佢根本生冇幾好。唔過佢真用心做嘅創家呢，透過嘅包裝嘅修飾嘅調音，創唔出來。唔過你用心來創。給人哋有感覺，所以對我來講，我講，阿勇跟宇強哦，下一屆可能要繼續連任啊，好，加油！唔該。老師已經先斷定了哈。阿勇講我嘅壓力，你這樣有壓力的然後，所以你要更加油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想話，我已經得到金曲獎了，然後我之前18個月我要提名，我也做了演出，萬一。係啊，沒有乜嘢，即係神經美好嘅吧，唔似個咁過意。就想愛來一片，因為一個舞台係我嘅人生嘅第一擺嘅。孕育你。第一擺嘅天使嘅音樂比賽。呢個節目。叫做一個意義動態。所以按你樣嘅心態，你就想，反正我大概創國嘅時間，來比賽嘅時間，我回娘家。表演歌也本大家彈，安尼是較唔會有壓力啦。錯。好啊，好啦。真夢啦，按住先，加油啦！好，好啦，再見啦，再見。冇簡單哦。真的咧，講真的，要表下來。係啊，真的唔係簡單嘅事情。因為得到金曲獎就會有一種壓力。好吧，我都沒有壓力。壓力是誰？繼續沒壓力。難道你不想得咩？還想啦，哈。好。下來。劉飛琴帶來歐洲嘅客。來彈下啦。跳擺，無人記得嘅跳擺。係啲創作型嘅歌曲出來。要。所以俺亞貴會彈喺度創作嘅歌嘅，應該做得要兩條。要兩條，如何應付年度？變做了天啊！李秋霞老師作個暗將啊，嗬，所以嗬，我是萬行而千。嚟，讓我比看下，我咪嗌講。大家好，我係劉慧卿。今日非常歡喜，做得有這個轉來了個舞台檔。咁我今日要唱嘅歌係歐洲嘅海，呢條歌係阿昌老師嘅歌，用冇可用嘅編曲，希望帶俾大家冇可用嘅感覺，希望大家。
走嘅係千叫無人走來，行到新嘅時代。我走嘅係點前地表交代，長條美意條白，條白。注定行過天順路，條白注定捱過太沙谷，條白無人記得嘅條白，一步一步經行經出。希望大家。慧清老師你好。羅叔叔好。慧清姐姐。慧清媽媽好。你聽日摸一下沒有？係啊。好啦，說對了。哇，慧清老師也是很久不見了。也是沒冇簡單啊，講真的哈。沒有很懂簡單，懂簡單，拿着一把吉他就可以了，懂簡單，對。但是我咩動反應，自己拿個吉他吼，一邊彈一邊唱，一頭彈一頭唱，感覺動有味道。希望。最近係有啲創作新嘅歌曲出來。有啊，有希望節目當中啊，所以一句話彈喺度創作嘅歌嘅時候，應該做得要兩條。要兩條，如何應付年度？做得，開始準備好人。開始準備好人。準備好咧嚇，做得嘛？應該做得。啊，你最近咧冇係乜嘅東西？最近就要用書歌誒。冇啦。冇我要轉作動。做乜嘅？講故事。講故事。我講到講故哦。講本成日呢，老成日呢嘅爸爸媽媽強下堂。講故事用客話講嗎？用講客。講客。用客來講故事。哇！聽講已經攀動到床嘅你咩？真嘅哦。真的啊。講故事比就是到作動圖書館超過30場。然後唔應該要唱義勇嘅，有冇？唱嘢歐巴桑天團，有一台茶咧，好安尼全都安尼巡撫。有明年唔該加，啊一杯有個白黑重組。可以用輸出的啦。不要啊，那個還是老師的，那是老師的。因為明年我們要到偏鄉小學。哦，棒！真的你們好偉大。我們你看人家比賽，人家送樂場這些朋友，他真的個。對啊，真的，他連出門都懶得出門了，都要我們去他家了。對啊。啊，老人家。一眼都看唐一公故事。哎呦，老人家的這個經驗才豐富的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好，按叫冇看到啦。啊，唐哥是徐哲偉老師對我們嘅想法。有冇建議嘛？好，非建議哈，剛剛提到嘅舞台檔係蠻創作嘅時節，前奏一響啊，就想講哇，你喺我認識嘅T18幾個飛琴喎，我記得佢T8嘅台檔比賽時節係當緊張，唔過佢哋係要越來越有
伫台当唱歌的歌词也明显的用的出来，不管佢作啥，也系佢人的用的。我知道可能係因为因为我看天师，佢眼神咩冇强用的。我之后咧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可能因为有讲故事，有按到事情无限去猜。增加伊生命嘅本土吼，我之後你哋唱過溫天土當好，係很種從容嘅感覺。我做慢講，因為他唔唱歌有一種當安天嘅感覺。出唱係他唔講故事，天機我做嘅係講唔係特隻歌數都做得一台鋼琴一個音色唱到底，你卻可以 hold 住全場。我覺得這是最難的地方。你轉一看吼。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，唱得幾好嘅，你知冇？頭擺做定解個太傻姑，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。當然要注意我龍講出後擺3個嘅部分，真假音的轉換還是要練一下，好不好？有點磨順，那個共鳴點還有那個滑度不太夠。堂戲有冇聽佢緊張，轉去第三個練一下。我知道你下擺嘅比賽一定都有看頭，加油哦！安子姐哈，因為講真，你之前忙嚟參加比賽之前哈，製作單位有請佢嚟算表演嘛，獎金挑戰賽啊，嗰樣是帶妹來，佢自己是會創作歌曲嘛，吼，也算欣賞級嘅。但是佢我一開始感覺佢因為有啲表唔下，嗰樣是會緊張，也都冇咁樣，面白白，孔融，冇也有台中之風，那個哲偉老師講嘅。台中，好嘛，加油！希望，也會真係好好看人哋表演了，好唔好？睇家嚟啊哈，睇家好好表現咯。好，安子姐，哇，這也是真係懂用書好好看哦，安好看哦。好看又好聽。係啊。你睇下都參賽朋友全部都歌數中嘅歌數呢，因為唱安好聽嘅歌，問他個聽下，相信他個耳朵吼已經出耳油啦，嚇。係啊。出耳油，要聽出耳油啊。就清後堂嘅意思。清後堂就是。好，義工談戀愛嘅意思。香港人講哇，聽出耳油啦，啊，真的。聽出。好聽啦。安尼流行歌曲做按好聽，傳統做嘅咩一聽當好聽，嚇。誒，談可能是義工我出油冇啊？先多謝都出油嘅先生。出油嘅先生。什麼先生？好嘞，你看傳統做嘅啊嘞。好，而家都傳統做嘅你年度嘅表演賽啦嚇。表演賽上到我冇比賽啊，冇身份書咧嚇。可以說先暖身一下嚟。家下看到啲流行歌曲做，他千萬唔唱，我相信傳統做嘅他對啊，咩咁樣彈都會當爽啊。哎呀，厲害咧嚇！今年雖然冇比賽，但是還有請先生啦嚇。先生介紹一下嚟。李秋霞先生，查克嘅先生。曾明祖先生、林在義先生，唐講今日傳統組嘛，有請一位大學長。這個真的很大。真的很大哦。10多年前，10多年前，安尼節目形態還蠻改變嘅時節，嗰樣是係20出嘅20關哦。20關哦。哦，加比動叫呢？100比來比嘅，你過關嘅時節就。人就會引來同比，還有可能會平數，可能13年要對20人30人。我家有大學長不得了了哦！得到冠軍，哇！10多年前啊，家看到佢，對呀，冇馬改變，凍齡了。可能10多年前上到嚟，也還沒。叫咩一嚿樹先生？佢細都上到嚟。好嘞，叫咩太唱歌誒？佢就帶一條好聽嘅歌曲嚟。龔強夫帶來3個字。好，龔強夫先生哈嚟。人中了來煩那樹啊，偷偷了來傷那
好叫的羽毛強下嗬，哎呀，好叫的羽毛強下嚟啊！哇，真係佢唐啟聰真係漏洞一中啊！冇邊就錯嘅啦，冇乜邊呢？係哦，點都較好啊！嗰13年前一段期間，唔聽做乜嘅條路啊？然後一大隊隊歌啊，嗬，反正要出名啲嘅嗬，你當然會邀請嚟去表演啊，去唱山歌啦。哎呀，你看婚喪喜慶全部都邀請。嚇，喪有嗎？哎呦，喪咩戲啊？佢唱真嘅啊！靠調啊！係啊！佢唱都自歌啊！難怪條都阿夫巴上要真準是吧？山歌了，你看有抖音，你酒下先生嘅味道啊！你看人帶好嘅啦。也先生嘅嘛，幾咩也先生？秋下先生啊！姚盾先生學過嘛？你酒下先生？我冇冇，冇。所以之前嚟比賽時節問毛盾先生學過嘛？山歌係我聽下共腔一學嘅。哦，結果唔來比山歌，啊冇來比流行歌。哦，跟伊學流行歌學步態。唔過見啲青總啲佢跟13年前的阿夫巴在搖唱過來，我哋新的舞台，唱歌表演堂，你們大學長呢？啊，感謝那個製作單位啦，或者那個兩位帥哥美女啊，啊要邀請嚟來，我當有人嘅機會啊。好，家見咩邀請嚟，咁做得半日學弟學妹啦，嗬，見咩嘢學妹，有啲鼓勵嘅話嘛。係一東西，跳浪最前當嚇，然之後繼續變下去。誒咧仲有係客家傳統山歌，然後佢繼續延續下去，莫比說係就好嘅啊！哦，但是有種人比賽時要緊張啊，我要嚟克服嘛。係啊，克服。你即克服嗬，唔就看到面前嗰啲人導演嗬，唔就看到那人殺頭樣嘅也試過，嚇，唔莫去看到講緊人物嘅人，人都當黐人咩？係嘛？哦。所以能喺試過啊殺頭啊嚇。好啦，就這樣，好，什麼嘢？多謝，謝謝下來。身體上很醜哈，安子先，哇，吊帶褲哈，吊帶褲。真係當我示範，其實比賽幸福哦，佢唱歌佢歌音還吊起來，long 調啊，真係好聽，真，好聽，好。觀眾朋友啊，係啊，佢啊一兩禮拜冇看真係打賞，係啊，全部都還沒唱。一兩禮拜清了冇出去，哦，樹洞路卡看電視。對啊，反正食飯傍電視嘛，啊，來。有請 TV 參賽朋友羅水蓮帶來平板來談啦。大家好，雖然平時我做些啲當模下，不過農業大擂賽嘅演出比賽，激情準備受到我，因為呢係我最喜愛嘅舞台。唔知我演出比賽先至運用扮演，但是我希望我自家健健康康努力嘅唱下去，希望大家讓我加油。唱山了。
哎，你好啊！今年好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，give me five 啊！來，請面試了，請面試了。今日來先生大家好哈。今日來這木工樣啊，做個恨天高。李秋霞老師做到暗將啊哈，所以哈我是萬行一千。冇要佢坐低你要開唔到腳。嚟開一下嘅。得，係啊。哪得？唔看腳嘅腳，企定啊！我搖嘅啦。唔係托踢看啊，看踩到。將你攞去檢備啊！係可以翻翻團結比我咩？唔用我比看啦，我咪加個。當比嘅較高啲啲。可以共款了。但是啊，那立秋華先生，你係愛偶像。看了都像巨人樣嘅咧，對冇？哎，唔通講最近用咩啊？動手術哦。對，突然心臟有點問題。哦。因為幾個月。哦，啊結果咧，都唔掉。哎呦。分開了。看啦哈，體育然啦，檢查，一下檢查，馬上是檢查是兩邊右邊的，右邊係兩種腎走，還啲馬上會走左邊的，左邊的就沒，唔多兩邊走。那為什麼要左邊？心血管用長度會斷開咧。哦。支架走支架，嘿。你右邊也有心臟啊？沒，該心臟的右邊。哦，右心。嘿，佢倆兩邊走。右邊有心臟。嘿，兩邊走走腎走啦，佢講腎走，還走咗講兩邊上莫聽，兩邊上未當養蟲哈。我睇個身體安尼保養好啦，他家當初要躺到佢床。他要到下床3個哈，要到下床3個。來，安尼談一下立秋華先生有乜嘅建議冇？好冇？好嚟。雖然你嗓音非常好，哦，今日準備做啲以後。是科學家講嘅渠道高嘛哈，所以你在聽嘅時間，音色唔是超過度嘅時間，你輸音多少需要唔拉，嚇，所以你要再自己啲啦哈。嘿，電視機又來到轉來哦，哦，粵語方面是講蒼山歌，蒼山啊，你睇這個。家陣嘅咪就非常好聽，哦，第3句命主天，命主我，你會用隻所在嘅家陣朗音轉音咯，會更加好聽。其他講老實話冇乜好險，嚇。謝謝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其實講真，因為今日參賽邊，大家可能錯唔錯呢種動懊悔樣嘅。對，一隻隻彎嘅呢。今日冇比賽。係啊。今日冇看分數，你見到。是希望講呈現出來嘅東西啊，完美頂好嘅。嚇。唔希望到咧，既然來創咧啦，所以從頂好嘅，創到多少就計啊。你唔咩當日嘅狀況都當好嘛？哦，反正而家先請下去休息下嚇。啊，等下安陣好好討論下嚟，好嘛？好，安陣先。好，新聞哈，新聞台價哈，新聞台價哈。好，阿健殺下嚟。陳梅強帶來老山歌。嚟彈下。阿個猜到。19句嘅提示秒，好嘛？對呀，但是因為金峰手指啊，這個賣豬肉嘅啊，表示也擺比賽啦。哦，我上課呢，把江豚向下比人唔排泄下。寒風困出剪剪髮。希望講漢班去參加比賽吼，係你要注意選歌。莫去個假會。那你還是盡量避免小調好。好啊，那我又要唱3道曲調。唱得好就好。大家好，因為媽媽嘅鼓勵，我讓來鬧嘅大擂台報名唱山歌，今日當榮幸參加第5屆嘅年度賽，最感謝係媽媽一路嘅支持，還有電視機頭前嘅親戚朋友讓我加油，希望大家。個猜到，
小梁山。有水叫风小心肝麦康子你好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评审先生好，大家好。俺叫冇看到，吼，看起来相同按费使用的吼。你今日算盐多的你嘛？係鹽多嘅，冬天。唔過伊迄鹽乜乜鹽多？佢迄18季的，19季的T4秒，好嘛？对呀，但是因为金峰手机啊，这个卖猪肉的呀，啊，哦，林采妮的干妈，干妈，表示也摆比赛啦。哦，我上课呢，把姜吞姜啊比的嘛，比人排泄下，身体唔好啊。哦，身体唔好啦，可能猪肉是中毒的，猪肉是中毒的。可能猪肉买中好，买中好，算钱算得清分去。身体中好啊。应该是穿到啦。穿到。所以吼，大家吼参水，尤其是参水，就要好好保养自家身体。真的，不管参水啦，所有的朋友们共用，全部包含自己系咪叫摸上好上哦。哎呦，超好。对呀。好，我好好保养。是，大家都要好好保养。对呀，啊你当欢喜啊，盐多要做嚟比赛。係啊，當向先生嚟建議下，好冇？好嚟。是的，鹽多誒。好來，呢麥強子哈，其實哈，雖然講佢T4名來替補也T3名金峰手機，但是應講能夠進前6名，一定就係有實力啦哈。所以就佢咩愛用從嘅羅山過來講，不管佢在咬事方面啊、優美方面，也做得講從來嘅前好。但是呢，有一點哈，從山過前呢，不用輕鬆啊，要咁講嘅。聽見咗，佢邊要冇一份書嚇，就本大家先熟悉下呀，馬上就進行到嘅演出嚟，所以你唱嘅時間，千萬不用太輕鬆的喂，嚇，跟老師唔怕一隻隻嘅同佢咬爭來，唔是個按連牙帶子按唱的伊，比如講嘅火燒梁山，唔出強嘅同佢試咬爭來按就好，唔是講一下忽然伊佢真係喺無注意堂下，唔係講唱乜歌。火燒梁山。喊你錄，喊清唱哦，再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好難講，我們變到不得後尾誒，要有難度啦，難度然後就有點冇嘅鬆快。我要緊啊，好，今日先暖身一下嘞。哦，好。3號就要比賽了哦。對啊，對啊。唔好再難度了哦。好，好，慢慢會好啦。好啦，保養好來哈，安子些，安子些哈。希望大家。嚟準備當我坐。好來，撒下來。廖瓊玉帶來肉漸漸法條。我來彈啦。再一次回到鬧熱打擂台，拼進了年度的總決賽，代表着以後的挑戰會越來越多。我也必須更加的努力，希望以後的表現能夠關關難過關關過，加油哦！千年呐流传呐，唯有我头来摇，抬抬
书啊，有考啊，开心咯也无奈忧，还未开出渐渐发，自由我否奈忧，奈忧奈忧，还未开出自由发。大家好，啊，你好，安尼客家心球啦，哈。又见面了，又见面嘞，又见面嘞。你是几个第一名？Number 2哈。啊，要歡喜嗬，當歡喜啊！歡喜多件嗬。嘿，哦，要不夢夢。要啊！等你咪看到海軍。但你不夢係哦。係啊。係咪安定你講咯？夢總客多啦，博歐夢。我家姐係結婚嚟嗬，咁我溝。咪當然夢到你啊！做得啦嗬。做得。誒，一擺哦，年初嘅哦，係啊，好好把握。加油！弗洛伊。邊啊？邊日觸動係啊？正講。為觸動正講。誒，各位準備好係嘛？要啊。係。我嗰次配勒數咯。好。忙是啲歌詞啊，你全部記得啦。佢今次啲歌詞。從何田啊？哦，要監摩從何田啊？往詞而無啦。但是佢邊有小跳啊，而家小唱啦。上一季比賽時間愛講從一首小跳。哦，小跳。唱一條咧。係，所以我今日這個拿出來唱一擺。哦，按人兔嗰一重兩擺麼？人兔下一重麼？誒，我試看啊。很會講啊。但是我那個先出價較有把握嘅啦。哦，那個我冇把握，拿嚟唱萬一輸得打爽啊，對吧？哦，啊，你哋唐先生嘅建議啊，嚟好嘛？民族先生，好，強玉小子哈，創業書路漸漸發，係我個人嘅看法啦哈。如果我係冇看到啲天師當大師嘅話，我唐冇馬前村唱嘅係路漸漸發，因為我老師嘅關係，所以呢唱亂用硬唱嘅。哈，千年呐，而且你宇宙唱了路漸漸發，張年呐，你呀來呀，係照佢小跳嘅音去唱，用嘢，所以唔可以失體嘅路強嘅意思。所以我希望講，漢巴要參加比賽嗬，係你要注意選歌嘅。哦，先重要啦。對，用人唔會影響到你嘅分數，嚇，冇猜個上岸獎，係嘛？嚇，唔係講你歌唔錯，是講你選歌嘅時間比賽，留表演嘅成績你要排除。冇咁樣，係，嚇，你本唔建議啦，我唱咗不然唱糖嘅出嚟啦。係啦，係啦。哦，按這些，是嗎？我建議哦，莫去個假會，好嗎？那你還是盡量避免小調好啦。好啊，那我要唱三道曲調。唱得好就好。啊，加油！按這些，回到消息哈。你做到一獎，做上副一嚟一獎。係咪哈？好嚟，殺下嚟。突然風帶嚟落山歌。好啦哈。遇到了拜嘅年兔衰，我也有了拯救咧，我也要好好來保護我嘅生源，好好去運動戀愛肺活量。希望了拜年兔衰，我有好嘅表現，希望大家人來加油哦！春秋，在人間呐，莫將
山歌加甘唱神仙呐，两位主持人好。19冠的天一名。伊也有麦克风哎听一关面西用，唱歌的唱歌的也會用，講法唔就快些拿起來用。冇關係啦，冇關係。啊，老公對佢也好，老公無限啲工作對嘛？錯。哦。從根本嘅做去雜減嘅。哦，雜減嘅。中減嘅。對。但是平常是不是脾氣北山呢？會。練肺活量嘅嘛。誒，開線的時節，老公有來係咪？冇來，要冇來，一路攏冇來，一路攏冇來。哎呦，你老公敢冇來？冇來，冇來啊！佢雜減咩？根本嘅5點人放起來，我講伊人個作啲減嘅，我哋拿本兩位主持人是。哦，什麼？所以我哋嘅作大方標的嘅榴電啊，佢唔係減咩啦？鳳有榴電啊，完全唔會酸。唔會酸啊，清甜呢。還有帝王柑。有柑咩？綠色。很強嗰種。看起來全部都榴電樣係咪？應用好吃，好細緻哦。等下就識啦咧，好識咧啊！冇，本民族欣賞是迄個。難怪我冇看到。很油啦，還是一張。因為上擺19個月時，嘟嘟開線，係要嘟嘟雜減嘅。2擺年初有天嘅時，要嘟嘟牙雜減嘅。係，唔該主持一個節目嘅好嘅呢。禮拜嘟到伊攏大吉大利。哎呀，有減嘅係，哦。佢嘅木卡又有個金牛角嘅，番薯餅，還有番薯餅嘅，吼，還有裝香曲，還有牛肉，特別又有個滷嗰個豆乾啊，牛肉好鹹喎。即家種嘅啦，油啦，冇相干啦，相干我哋炒菜較唔方便，宰人多誒。哦，對。好啦，安尼林振宇先生嚟建議啊，你好嘛？李老師，今日哈共同講哈，因為冇比賽冇選分數，所以哈有啲嘅就較放鬆嘅唱哈，也一個好現象。也聲音各方面咧就話也非常亮突，哈節拍咧就也做為一準一好哈。但是缺點哈，蔡原來咧幾首歌嘅唱腔啊，可能把一叫冇來了，貼啊叫冇來啊，唱幾首嘅變到唱硬長嘅唱腔，你係一聽一點。聽一點咧就係。老了老山歌啊，你用這種嘅方式哈，4-3、2-2-3，韓國呢聽一節，你才唱到4-3，用這種方式，它冇對稱的嘛，老面前的冇對稱。啊，我快樂時候有唱神仙噶哈，用4-3去唱，結果人家唱神仙啦，你才唱到大音去嘅，應該浪掉出去結束嘅。快樂逍遙咧。神仙呐，呀，唔係比賽哦，還要比賽再注意了哈，啊，建議哈。注意啊！注意啦哈！哦，啊，這些，咁咩清甜？哎呀，其實今邊好盼一啲呢，算是暖身有冇？青紅再一次提醒一條長水仔，今日下一次嘅比賽時間有算分數時間，就地帶嘅地方。當然啦，做喺今日注意了。雖然係算表演嘅方式，但是安尼欣賞有同好嘅建議嘛。你係咪做吸收啊咧，糖啊咧，下禮拜就唔好出現一條按多嘅問題，對嘛？好，安尼嚟撒下嚟呢。Q蘭帶來3個字。嚟睇下啦嚇。六足了開那花。今日冇要見啊，呢唔係比賽。冇雙分數。今日清亮人。人老聲音是裊裊怨咯。
看你哦，难怪我大摆都卖3本。你讲啊，唔要给绑架么？禮拜來到了鬧熱大擂台唱歌誒，總係幫我學到聽到我嘅學唔到嘅事情同個經驗。禮拜我要唱讓喺帶領一隻學習嘅心理來了表演吐賽，希望有好嘅成績，大家讓我多多指教，什麼？做了開那飯，求大了求那上山那樹呀，下山了流浪。加油了金马桶，对了了加油放了发，对上了流浪。格兰基嘞，格兰基迄剃到几个？第18季。第2名。第2名，哎呀，哦，伊也捌也几也年度的像辅导剃到名。第2名，清涼生活啦，全部按照條件。真的啊，也捌我以為壓力的哦，全部搞個高數萬度。唔係啦，壓力唔是壓力啦，嗯唱幾多算幾多啦。一開始就唱興起嘅，冇想到，哎呦，真嘅唱啊到第2名來咧，唱啊到年度來咧。講真的無簡單，一年一度，按做個比都變年度來共下比賽，佢真誒冇按改呢。冇按改。係啊，咁冇一定一個種功力的話，那有辦法的，對冇？伊講啊，吼促成伊衝山歌有按夾嘅時間啊，吼，佢進步按到係來自於呀身邊的朋友。身邊蔓延哦，哦，受到蔓延的感染。我咧平時欣賞運動到啊，得咩來咧？上邊來比是是學動到嚟。哦，啊朋友會討教啊交流啦，吼。欣賞溝通到，下班還會看呢個節目。係，我看呢個是怎樣樣講。所以我學從安尼啊，你客家三大跳嘅啊，真係多看人哋節目。尤其嚟到現場比賽真好，欣賞安尼點啊嚟點啊嚟，啊又唔是錢，哦一號嘅，啊無欣賞啊條誒，佢最一搞一堂歌都要多錢啲嘛，對嘛？欣賞當辛苦啦，唔會錯啦。哎呀，你點啊嚟，糖啊，哦吸收啊嚟，啊電視機嘅前面朋友糖啊，哎呦，哦。而且全部都係糖充點。真的呢。所以學到當到。哎呀，希望誒安尼也年度嘅比賽嗬有好嘅成績啦。今邊係條條人講係慘無度人多。用米的人攏人多咧。睇唔出來，真係睇唔出來。難怪是冇辦法，唔係，今日冇要緊啊，又唔係比賽，冇雙分數。哦，今日清涼人，冇要緊。心中無好，心中無好，你就來衝你。那唐代咪先生嚟講片。看輪到那隻啊！咁我介意先，潮下先生，潮下先生啦。啊，老師，佢平時當好啊，佢當我教人啊。我超會教喎。係哦，我而家聽電視睇到要俾點出來。佢報記俾你，你開玩笑。太多缺點咯。做評審除了是要搏熱鬧啦。講老實話嗬，
你既然除了了尾水，要接音，吼，将条语言要闭水，你要优点，你倾听，你缺点，你讲出来，才会进步。做唔得强面调嘛，系嘛吼？安尼曲兰设计，吼，你讲个有一人，有钱人吼。哎呦，我哋有一人啊，曲兰咩？吴菊兰呐。曲兰。吴菊兰。哦，菊兰。哎呦，菊花欣赏现在会冷小伟咯。吴菊兰咯，吴菊兰啊。吴菊兰。好来讲重点哈。唱歌非常轻松，你从台风练过来嘅，吼，你要就有经验吼。唔过唔讲唔感冒。可以跟阿鳳講糖唔食，我糖嚟食，因為你有鹽有辣鹽，高鹽嘅蔬菜就有辣鹽嗬。落水落啦，我就咩啲。係啊，嗬，落水上山落水，落嚟浸物太啦嗬。上山落水呀，下山了流浪。你本人就建議嗬，你落水。跟落水是哈，還有加油的加絲，要有也有辣鹽。當然咧，你上面顏色非常好。三果子我平常嘅時我是建議啦，第一季、第三季盡量莫裝深上啦。嚇，你扣大扣，你扣絲係深上嘅鹽，唔過你要裝上去較長條，平常人嘅鹽嗬，也冇法度扣大了扣，一下子掉下來。哦，所以要加上，我注意糖唔可能掉上去，也係落下來。可能要掉上去，你橋大橋甩下來係唔曉創嘅。有人為了佢做人呐，老師咬章其實。你還意思要向現場來搞啊示範示範哦。有人橋大嘅，橋大了橋呐，為了做個橋絲，其實大轉下嚟，就唔好糖，人家掉上去你就掉去啦。平常時咧三上嘅第一季、第三季，我是冇建議你先三上嘅歌詞。哦，下回係有啱嘅機會嗬，你叫繼續加油。好，謝謝先生，加油，謝謝。安一百的 BS 嘅歌詞都拖下來，好唔好？我啲。安子姐哈。好，謝謝。這邊兩錯，加油哦！我來殺下嚟啊！連睇啲啦，見唔見唱羅亮口？愛唱歌。一物嘅歌嚟聽啦。我係20幾嘅冠軍林采莉，神夢當夜大擂台一個舞台，本愛潛到人生嘅方向，希望年初賽，我哋做得好好認真表現。從更加多嘅各位本大家聽，神夢大家。村前有家啊，黃衣鋪誒，60多歲都還愛唱歌誒，人老聲音是鳥鳥韻咯，日日都還愛唱山歌誒。俏皮俏皮，20幾個冠軍啊，吼，係啊，實至名歸啊，對啊，因為當認真啊，認真，當打拼吼，認真到幹嘛都捨不得，吞去腔下邊，係啊，幹嘛勇氣？冇啦，伊呀下身體冇嘛好，係啊，看你大擺片來，哇，打扮到安尼貴婦樣誒，講講安尼。早晨4點行愛烘起來賣豬肉，賣金是指嘛吼？唔是，賣叫佢處理嘅內臟那些。哦，做規則嘅豬嘅鬆來。
他处理内脏那些，然后佢7點人就會抽查，愛來錄樣。沒有休息，痛天。痛天，冇辦法。所以他現在身體有一點狀況。比如按錄樣從拜六拜日嘛，佢都冇辦法變了啊咧，今日公休。冇呢。冇，佢冇。禮拜六、禮拜日天天。禮拜六、禮拜日，然後凍到你了，你而且夾煮，所以買煮肉。哎呀，因為冇做成你料真多，像股票用嘅哦。拜煮肉都好創意，咩啊？難怪我特別都賣3本。你講唔就該綁架嘛？你會是該綁架嘛？有一個有錢的乾媽，哎呀！我佢講年初冇贊助誒。嚇？用嚟咯？啊？佢講我險愛有進前6強章有好贊助。今年度唔是贊助。所以我要很認真、很努力，拼進前6強才有。反正也值錢呢，佢之前買本你叫做3對嘛。佢買東多還有合作啊。對啊，之前哎做，反正建議6強嘅時間，佢要買60本到1號，對嘛？好啊，要很認真才有。很認真啊！係啊。上心意啦。冇，佢不能是動認真啊。我一擺嘅20罐米麵以後，阿婆包嗰啲太空包本對嘛？有阿婆有包。哎呀，又可以買2升呢。有買嘅。係啊，佢本來讀大學嘛，考大學高3嘛，嗬。係啊，考大學。常啊，也佢本來佢要讀個農業系嘅嗰種。森林科，我是森林科。他現在是有改變係啊。應該就沒有要再往農業發展。咁我叫往乜嘅？不要往山裡走。冇啦，就會客家。就是對。戲曲。有興趣啦。所以參加呢一個嗰種比賽以後，發覺對客家文化，了解深入以後，會知道嗰種有發現到一個奧妙嘅地方，我經常會發覺一個客家文化到底係有乜嘅更加神奇、更加有意義。你像家己創喺度講嘅，台灣都睇冇啊，佢想睇到嘅小條嘅東西啊，唔家睇到都冇甚睇條嘅東西啊，按台灣真有啊。對嘛？所以有咩當多研究嘅當成啊，好好做，以後做完啲客家博士，好嘛？邊個也都欣賞，好嘛？青出於藍勝於藍，好嘛？好，等下先同佢哋學啦，學佢嘅精華，學到以後，揸個研究。好，今日好先請教下你車曲嘅先生啦。好，今日呢彩啲妹妹啊。佢帶來一首嘅老兩後愛唱山歌吼，一首歌嘅吼，可能大家聽出來知道當然崇洋嘅吼，但是唔係乜歌，也就後尾喺台灣改1899三四六，嚇，一首歌呢，當初吼，在民國86年時節，佢央視哎呀台六一位大使啊，莊振坤先生來台灣供養獎獎。佢當時來台灣唱嘅時節，就來唱一首歌曲。但是後尾因為佢條歌詞對台灣人來唱較冇親順，後尾賴比亞老師老蔣元勇老師，佢同佢改變到1899三四郎。佢嘅唱法同樣啊，1899來三四郎誒，夜夜睡夢愛捱來南上唱誒，有冇？嗰幾個名號嘛？唔係看你嘅野樣面呢，嘿嘿，我一腳把你嘅踢下床嘅，有冇？就係一樣將一個梁傳嘅山歌，廣東梁傳山歌，然後改變到1899三四郎。可能家在呢佢唱嘅時節，大家看到一歌詞就清，唔是彈嗰歌詞，但是音樂大家做嚟講清楚啊，因為喺台灣一搞清到呀1899三四郎。所以家己嘅歌詞係重新改變過嘅。唔係佢本身睇到嘅歌詞，本身睇到嘅歌詞，係喺台灣人同佢改過1899三四郎，所以後尾一首歌都喺台灣咩傳唱一鳳哦，一鳳嘅歌曲，對，而家中央有3首嘅歌詞，可能但是呢，一般人就較少去接觸講也睇到個小調嗬，但是佢坦白講，你講睇到小調係要乜嘅？長山綠水好風光，也要咩佢睇到水唱過來，要咩一首相當好聽嘅歌嘅，當然啦，佢咩佢唱嘅也比
比较较特殊，哎呀，台湾较无过的，所以一般可能就要找几个师来读，长地个机场的迄嘛该过的啦哈。以后啊，两岸的安尼，对呀，用安尼交流啊，对，用安尼交流啊，佚佗哈。希望大家多多来学习吧哈。安子姐，安子姐，你真的很认真哎，连读国位有嘛，读跟人创冇共用哎。对，系啊，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希望呀年度的比赛有当好的成绩。哎呀，希望你顺利拿下干妈的赞助。好，沈王太家。安子姐，下来回做消息啊。好，今日我相信当到安尼好观众朋友哈，谈到当好享受啊。他们过年的话，下礼拜准时的收看。下礼拜没共样哦，你全部做安尼歌数中的歌数啊，来创好听的歌曲问大家听哈。但是相信很多好唱歌的朋友啦，加来报名。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到了报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我们要多谢辛苦的评审团长安子姐，谢谢。个个在上的安尼欣赏啊！同时大家唔记得了，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的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大擂台。